囡仔去公园佚佗，拢真爱耍迄种蛇玲珑，也毋过踅了伤过紧哦，人是有可能会互射出去。医师嘛讲哦，即种佚佗物仔，年纪伤过细就毋通耍，因为可能会头晕、射飞出去，嘛有可能会脑震荡，所以一定爱特别细腻。囡仔找起邮具，爸爸出来互邮具360度来洗，最后佮用画圆的方式来转洗。又当抓袂掉拨落来，另外一个同款是转洗型的邮具，嘛看到男童挡袂掉离心力拨落来，才惊遐画面，互边仔民众看了是真欢乐。离心力啊，我觉得蛮危险的，就是小孩子很容易摔出去，会飞出去这样子，所以通常我不会让小朋友做这种动作。因为我们家小孩才3岁，所以这种游戏我完全都不会让他接近。对，因为转小朋友可能会晕倒，那或者是他没有站稳就摔倒。医生讲，这样关缩来洗，有可能互幼童因为耳石脱落出现着晕眩症，嘛有可能当下着因为离心力伤大，导致囡仔跌倒出现脑震荡，也是阿妈棍受伤的状况，其实非常的危险。很可能他之后常常会有耳石症、晕眩，好莫名其妙就晕眩摔倒。那再来就是说脑部经过激烈的晃动，微血管破掉，那将来就是有类似头痛，甚至脖子的血管裂开，然后造成里面，例如说脑出血。经查影片，该孩童年龄未符合该邮具使用5至12岁规定，公园处将加强宣导邮具使用规定。来到现场会当看到公园内底有广告，这种邮具要按5岁到12岁的囡仔才会当使用。高市政府嘛表示，公园内底邮具拢有国家标准规范检验合格，嘛有分区来设定着使用的年纪，会加强来宣导，嘛呼吁家长要爱注意，才袂发生着危险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